然後我就會介紹包玉剛圖書館。呢度圖書館有6層高，設有超過400部電腦，同埋提供3600多個座位。入面珍藏咗大量唔同類別嘅圖書，同時候有自修室俾學生溫習同埋做功課嘅地方。雖然我呢2年內要喺3個指定地方上堂，但係亦都不時會去包玉剛圖書館做功課同埋溫書。唔少學生要求去環境更好嘅地方自修，同時候為咗資料搜集而去圖書館使用電腦嘅設備嚟摘錄資料。另外，有興趣睇書嘅同學可以借書返屋企睇。